主后2024年7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宝血的真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希伯来书13章20到25节。上帝已经互咱的主耶稣对世人中告我，伊通过耶稣所流的血，确立永远的约，互耶稣成做羊群的大牧者。愿这位赐平安的上帝，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，通过耶稣基督伫咱中间成就伊所欢喜的事。愿荣光归乎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兄弟姊妹，我互恁的批无偌长，我劝恁耐心听我劝勉的话。我爱恁知。咱的兄弟提摩太已经出国，伊若较早来，我会随时甲伊做伙去见恁。请替我甲所有恁的领导者甲拢总的信徒请安，对意大利来的信徒嘛要甲恁请安。愿上帝的恩典甲恁大家同在。阿们。宝血的真谛，影集午夜弥撒描述一个孤绝小岛的镇上有一位神父，伊是温柔敦厚、心地善良的老好人。伫这个前景困顿、天然资源受跨国财团破坏的偏远教区侍奉上帝。总是伊大半世人的服侍拢无果效，敢若会当不断目送青壮年人口向外迁移，看到岛民成做社会边缘人。后来老神父去朝圣途中，甲愿意显现，互伊恢复少年的恶魔认错，做是天使。伊用少年神父之子转去小岛，伫弥撒中用掺有恶魔之血的杯，互信徒啉，竟然带来神奇的果效，互摆卡的通得行走，互衰残的身体返老还童。无偌久之间，破败的教堂搁再兴旺，岛上居民会客客来到伫教堂，要参加神父主持的午夜弥撒。成功神学所带来的新热医治、高频满座的会堂、飞黄腾达的事业、吸引人潮向往、互人深陷的丰盛人生。毋过讽刺的是，连一般非信徒拢会察觉的怪异行径、喊苦喊待、怪异离奇的景象，遐个一世人拢持续去教堂的信徒竟然看袂出来。眼前这位行神热的神父，其实是互魔鬼假扮的天使、迷惑的假先知。一个无受苦的世界的信仰，就会误解上帝凭借耶稣基督所流的血，印证永恒之约的心意。魔鬼伫世界布下天罗地网，互世间人伫无共的代志顶面，拢陷入伊的圈套。上时阵，伊也伫世界造就各种各样的异教之风，想要借着错谬的道理，混乱教会的信仰，互教会偏离用宝血要属伊的主耶稣基督。当咱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咱的救主了后，咱的信仰生活就必须按照伊的话来行。接受耶稣和遵行主的话，是无法度分开的信仰真理。咱无法度只是嘴硬讲家己相信耶稣，却依然过着家己想要过的生活，甲世俗的人追逐同款的事物。因为一旦接受耶稣，就进入一种
用主耶稣做中心的生活模式，无搁再是以家己做生活价值判断甲决定的中心。咱的主耶稣以温柔提起咱的生命碎片，毋简单只是修复破损，搁再用伊的宝血救赎咱，赋予咱新的生命甲身份。咱所依赖的，全毋是家己伫教会几十年的经验，也是凭照家己看过偌济教会的百态，甚至以为牧养过几百、几千人的教会，家己就真厉害。咱所夸口的，唯有耶稣基督，以及伊伫十架顶为你我所流出的每一滴宝血。默想，我的信仰是毋是偏离主的道，将伊赦罪的宝血当作追求世俗名利的工具？我的信仰是毋是偏离主的道，将伊赦罪的宝血当作追求世俗名利的工具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的目睭无看世上的虚荣甲不义的钱财，互我因着主耶稣的恩典，甘愿忍受十字架的羞辱，无甲基督的宝血看作廉价，通用你交换的工具，反正是独独定睛仰望永恒荣耀的国度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